虽然路在堵，但我的心在飞。我已经看到热搜头条了，还得带一个豹子啊！我觉得别高兴太早，万一他们吃个饭就散了呢？这一看就是你太单纯，没谈过姑娘。就刚才那肢体语言，吃个饭哪够啊？那必须得奔酒店呢。哎，还有可能去家里，乔晶晶家就在陆家嘴那儿。哎，不对呀，这怎么上外环了？这不是去陆家嘴啊？不管，跟上。哎，你开太快了。这有什么好看的？我家就在旁边，以后会经常路过。你家离研究院住这么近啊？就隔着一条马路，是以前单位开发的商品房，我几年前贷款从同事手里买的。很方便你这样的工作狂。刚相亲完就来看相亲对象的房子，我觉得有点俗气。我的问题更严重一点怎么办？刚相亲，我就想。这在车里干嘛呢？这是？你说干嘛呢？什么也拍不到的。这好像不是乔晶晶家呀？啊，男的家？很有可能。这车……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奔驰就是乔晶晶的，我见过几回。一会儿等他们下车，赶紧摸清楚住哪，看看有没有机会拍室内。啊，我先去踩踩点啊。好。哎，下车了，快！这哥们儿挺高啊，侧面挺帅，这大长腿。哎，不会娱乐圈新人吧？娱乐圈的人能住这儿，也太不方便了。租也得租在新天地淮海路人的呀！啊，哎，豆哥，他们下车了。